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两位大好野人岛的新妇安怎来经营婚姻。一个是艺人白嘉莉，有上美丽主持人的称号。白嘉莉这届甲连胜文的太太蔡依珊两个人合体跨世代对谈，甲大家来分享着翁仔某之间的关系。 公斤啊！他瘦了，我会说26，可是他可能会生气，好像是27还是什么，他很在意那种。他有偶包26.8的。哦 ，OK， 那说27好了。对他有偶包。讲到后在连胜文减肥成功，伊讲伊对数字是一斤一两拢做注意的。蔡依珊笑咧讲连胜文即马做爱水的，媒体甲问讲连胜文敢有要选2022年的台北市长？ 不知道，他真的没有跟我。我是说真的，我不是好像有知道答案不跟你们分享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蔡依珊和资深的艺人白嘉莉合体，两个讲到翁仔某要安怎斗阵。有的时候相互要忍一下。如果你伶牙俐齿，那么你这个赢了这个理，又输了你的情。白嘉莉已经71岁啊，油丸保养甲真好。即摆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害你伫台湾留遐尼久，伊家己讲变大箍啊。 我大概都吃胖了吧？在台湾我最爱吃的就是牛肉面、素蒸饺，还有烧饼油条。看会出来，白嘉莉对家己要求真悬。当年去用叫做上水的主持人，果然是名不虚传，嘛无怪讲签册会顶悬，做这市中的迷众拢要来见伊一面。